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南方東英特約 ETF 指南啊！咁今日咧就邀請到 Kenny 同埋大師兩位咧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嘅。兩位好。喂，你好，大家好，大家好啊！咁就先同兩位傾下港股大市呢邊先啦。咁睇翻其實近期啦，都見到地緣政局影響之下咧，即係大市就都回咗唔少啦。咁講恆指就試咗幾次25,000點呢個關口都守得住嘅。咁今日尋晚啦又見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又話嚟緊對伊朗嘅戰爭咧，就好似就快就完結啦。咁先問下大師啦，你自己睇今次特朗普咁樣再表示呢個完結戰火嘅一個憧憬啦，會唔會都可以幫到大市成個恐慌嘅氣氛，係咪都可以消除下先？其實就幫到個大市嘅，起碼咧就話你講一句話就嚟完結咧，咁你起碼個油價唔使太過驚啊嘛。但係當然啦，事實係咪就嚟完結咧？呢個又值得參詳嘅嚇。但係起碼可以睇到而家個局勢咧，一係就會持續拉鋸，一係咧就係美國會退。如果美國退咧，先至可以講係完結咯。如果美國一路唔退嘅話咧，其實都係拉鋸嘅局面嘅啫。咁所以我估計咧，特朗普應該係以佢最出名嗰招啦 ，Taco 咁嚟到去解決件事咯。好啊，即係暫時就大市方面就真係會震啲先啦。咁但係睇翻其實而家就即將踏入呢個科網股嘅業績期啦。咁上個禮拜睇京東嗰份業績就帶咗佢哋炒咗上去啦。咁今日都見到啲科網股其實全部都做得唔錯啦。咁嚟緊呢一個業績期啦，再加埋騰訊而家有呢個養 AI 龍蝦，大師覺得科指咧近排會唔會比起恆指更加值博咧？個反彈空間會我覺得會嘅嗱，因為咧第一樣嘢啦，喺過去嗰幾個月嘅時間咧。其實咧科指咧係零舍弱，就恆指咧就做得幾亮麗嘅。咁所以咧個科指同恆指嘅差距咧越嚟越大啦，兼且就落後有條件咧就追落後嘅。咁我之前都一直都係維持一個睇法，就係個市當個指數未上大上嘅時間咧，啲科指咧啲科技股咧因為權重咧。係會被人刻意撳住嘅，而已經撳住咗好一段時間啦。因為基本因素係冇壞嘅，同埋估值係平噶嘛啲科技股，但係始終上唔到咧，就因為要撳住個指數，所以就撳住嘅啫。好啦，到有朝一日開始係時候要放個指數上去嘅時間咧，咁咧科指咧就會乘時而起啊！咁而家預啱就係話開兩會啦，開完兩會跟住應該就有政策咧，咁中國股市或者香港嘅股市咧就應該係放上去嘅時間啦。咁嘅時間咧，我覺得就科指應該係跑贏啊！好啊，咁就記住留意下科指啦。咁跟住都問下 Kenny 啊，知道南方東英其實都好多唔同科指嘅產品啦。咁近排科指之前就試過都跌穿5000點呢啲關口咧，又多唔多資金真係會入場撈底部署咧？係啊 Michael， 咁你話睇翻科指嚟講啦，啱啱大師講到啦，其實科指咧喺自從上年嘅第四季啦，都已經有一個落後於恆指嘅跡象啦，咁亦都係仍然係處於一個估值平嘅位置啦。咁最近亦都完咗兩會之後啦，我哋大家都期待到啦，內地會唔會有相關嘅一啲 AI 政策可以帶動啦？咁啱啱提及過嘅3033啦，我哋嘅全球最大恒生科技指數 ETF 啦，單係3月份嘅過去一個星期啦，都有超過50億嘅資金流入啊！而大家亦都知道啦，尋日亦都係北水創咗個新紀錄流入啦，有超過300億嘅資金啊！而3033亦都係排喺第3位啊！咁同埋科指2倍嘅睇升產品7226啦，都有超過10億嘅資金流入啊！咁我相信大家對於中國嘅科技股啦，最近呢個位置嚟講啦，可能對後市個睇法都係仍然幾正面啊！即係特別啱啱喺咪前都有同 Michael 傾過，內地而家呢個 AI 熱潮又再炒起翻啊！即係大家都係急住去安裝一啲新嘅一啲呢個 Open Core 嘅呢個 AI 模型，咁亦都去到呢個騰訊門口排隊咁滯。咁所以我覺得隨住即係政策推出，再加埋成個 AI 嘅基本面，成個市場熱潮再帶動翻啦，相信科指啦仍然有一個反彈嘅力度喺度。咁所以大家不妨用呢啲產品啦去部署翻成個科技指數啊。明白啊！咁觀眾就記得留意住3033同埋7226
722兩隻產品啦。咁都問多大師少少啦，即係如果話即係入場去部署嘅時機咧，你覺得會唔會係而家就已經要開始落第一注咧？定覺得可以再睇定啲睇一睇嗰個市況發展先？而家開始落第一注㗎啦。其實咧大致上個情況咧，應該喺琴日前日咧就做咗個底㗎啦。咁啊，亦都係試咗個底咧。如果惡劣嘅環境之下咧，24,900咧已經係一個好好嘅支持位咯。咁所以咧，而家呢啲位咧就其實真係要落一注。可能喺下個禮拜咧，個市再向上破一啲大位大阻力位，譬如25,800啦、26,200嘅時間咧，咁可能嗰陣時咧再要高位追啊。好啊，咁大家就不妨可能而家就落一注先啦，咁就再睇下之後市況發展咧，睇下會唔會再加注啦。咁我哋講完科指之外咧，另外都想問下大師咧國指嗰邊嘅走勢嘅。咁睇翻內地 CPI 啦，咁就都創咗23年以嚟最高嘅漲幅嘅，咁又高過預期啦。咁另外頭先兩位都講過啦，即係內地嗰邊亦都有兩會啦。咁而家內地似乎就溫和通脹啦，加埋啲政策憧憬。大師自己睇國指咧，會唔會都同樣係有一個見底回暖嘅跡象？會㗎，其實如果你話講得盡啲咧，有機會今年咧，其實國指跑贏恒指㗎。即係我覺得就嗱，因為點解咧？成個港股嘅牛市升浪咧，係源於咧就應該係中國嘅經濟開始起動，就帶動到港股上升嘅。如果以香港嘅經濟嚟計咧，唔配合嘅，完全唔配合嘅。但係因為港股咧，大部分都係中國國內為主嘅上市公司啊嘛，咁所以嚟講咧，就應該係由中國嘅企業帶動到港股上升。而家你睇翻國指嘅成分股裏邊咧，包含咗除咗傳統嘅就係國企股啦之外咧，其實亦都有好多民企嘅，包括騰訊啊、阿里巴巴啊、美團啊都有喺度嘅。咁所以咧，今年嘅國指咧，我覺得就其中一個板塊就係電力板塊咧，佔好大嘅比重咧，應該會跑贏嘅。咁所以國指都係唔可以忽略㗎。明白晒。咁國指都同樣唔可以忽略啦。即係記得大師頭先都講要特別留意一啲電力嘅板塊啦。咁我問 Kenny 啦，如果國指方面又有冇啲咩適合嘅產品可以俾投資者去部署下？係啊 Michael 咁講到國指方面啦，一定要提及翻我哋嘅2802啦，呢個國指 Covered Call 嘅 ETF 啊。咁其實短短喺2個幾月啦，已經有超過50億嘅資金流入啊。咁如果大家都清楚嘅話啦，我哋 Covered Call 嘅 ETF 2802咧，都係一個每月嘅派息產品啊。對於中意食息嘅一族嚟講咧，係非常之受歡迎啊。咁而且過去2個月啦，我哋每單位都係派0.14啦，預計年化派息率咧都係高達18至19%。咁所以喺市面上嚟講啦，即係如果追尋一啲高息嘅產品嚟講，相信都係香港投資者幾為歡迎啊。咁同埋啱啱大師都有提及過啦。國指咧，其實可以話係一個50-50，即係以科技同埋一啲舊經濟組合而成嘅一個指數啦。即係你話除咗科技股之外啦，都有好多相關內地嘅銀行股啊。其實呢一類股票嚟講啦，最近呢半年個表現都係比較平穩少少。咁亦都係見到啦，今次2802即使係一個大跌市嘅情況啦，其實2802個跌幅咧都冇指數甚至乎相關嘅個股咁多。咁所以你話仲要每個月都仲有派息情況底下啦，其實今次個跌幅都唔算太嚴重啦。咁而我哋2802咧，如果大家有留意翻我哋嘅網站啦，其實我哋今個月咧就喺國指8900點嘅位置啦，賣出呢個認購期權。咁而家國指都仲係8600嘅時候啦，我哋都會覺得仲有一個 Upside 一個水位喺度喎，因為始終賣出呢個國指認購期權就會經常有人話會有個天花板嘅情況㗎嘛。咁但係咧，我哋嘅2802咧就唔係100% 賣晒呢個認購期權嘅。咁而今個月呢幾日為例啦，其實我哋係賣咗大概86%，即係我哋仲有嗰個10幾% 嘅long 嘅 position 啦。比如如果個國指真係彈翻上嘅時候啦，2802咧個升幅亦都可以更加好喎。咁所以我覺得派息之餘，亦都想 capture 一個 upside 啦。咁2802亦都係非常適合嘅產品啊。明白啊。咁大家就記得靈活運用呢一隻2802去應對下而家呢一個即係比較波動嘅市況啦，而且又有派息又唔錯啦，咁就真係唔好錯過啦。咁我哋港股呢邊講咗咁多咧，就轉睇下其他
他股市啦。咁睇翻睇睇韓股嗰邊啦，咁呢排就見到佢其實回得幾勁下，即係甚至跌得快到要熔斷機制添啦。係咯，咁即係連住啦，咁最熱炒都係兩隻啦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電子啦，都回咗咁多啦。咁但係見到而家就似乎成個市場氣氛就麻麻地嘅，咁但係市場氣氛點都好，嗰個 AI 發展都一定係繼續噶嘛。咁大師你自己點睇呢兩間公司嘅前景係咪都值得憧憬咧？同埋而家咁樣跌咗落嚟咧，會唔會反而係一個特價嘅上車機會？嗱，跌咗落嚟咧就係一個機會啦。首先睇基本因素嗰方面啦，兩隻股份其實咧都係有個優良嘅基本因素嘅情況啦。嚟緊個增長係會多嘅，咁呢個咧無可否認就係即係反映翻個股價係值得抵買嘅。好啦，而家跌落嚟咧係咩原因咧？就係地緣政治因素啊嘛，熔斷啊嘛，咁自然咧就會令到好多因素啦，包括就係可能係做得過分高槓桿，要 call 孖錢啦，又或者恐慌性拋售啦，咁樣先至令到個股價會跌落嚟啦。咁你基本因素冇變，但係恐慌性令到個股價跌落嚟嘅時間，正好就係趁低吸納買入嘅時間啦。明白啊，咁就記得留意住呢個買入機會啦。咁 Kenny 近期喺即係跌咗落嚟啦，係咪都比較多資金好似大師咁講，就係趁跌落嚟咧就真係上車買入啦？係 Michael， 咁你話睇翻最近韓國嘅股市啦，上星期喺咁波動嘅情況底下啦，都經歷過幾次嘅熔斷，有試過跌到熔斷，亦都有試過升到熔斷，咁所以最近個市況真係較為波動啦。咁但係我哋經常都強調啦，其實一啲優質嘅資產啦，即係往往係發生呢一類地緣政治風險嘅時候啦，一個買入嘅好時機啊。而啱啱大師亦都提及過啦，其實呢兩間公司包括 SK 海力士同埋三星電子啦，我哋講咗呢過去都半年有多啦，其實個基本面仍然非常之強勁啊，即係兩間公司個 forward PE 咧都係20倍樓下，咁而且亦都睇到啦，佢哋嘅出貨量啊，甚至乎啱啱 Nvidia 公布咗嚟緊嘅一啲最新嘅 Rubin 晶片啦，都會用翻兩間公司嘅 HBM4嘅供貨，咁所以我覺得尤其係呢一類比較利潤高嘅晶片啦，即係俾呢兩間公司咁主導嘅情況底下啦，我相信佢個盈利咧亦都會繼續提升啊。咁同埋下個星期即將有 Nvidia 一啲年度嘅大會啦，即係包括你話 SK 海力士啲高層都會出席啊。咁我覺得短線嚟講啦，的確個股價亦都有一個明顯嘅反彈，見到7709啦，喺啱啱3月份其實過咗一個星期啦，有超過48億嘅資金流入，而7747都有20億嘅資金，即係見到好明顯香港投資者真係有趁住個韓國 Kospi 跌咗落嚟之後咧，積極捕捉翻兩間嘅公司嘅，咁所以都可以用翻呢兩隻產品去部署。咁大家不妨繼續留意住最近成個韓國指數嘅表現啦，即係當佢企穩啦，就係一個適當加倉嘅時機啦。明白啊，即係都已經有唔少投資者上咗車啦。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都真係記得留意啦，同埋唔好錯過啦。咁同埋即刻咧有觀眾就想問下大師啊，佢覺得就問下兩隻咧點揀好喎？三星同海力士咧，應該大師覺得邊一隻會值博啲喎？嗱，其實咧兩隻咧，我覺得就大家都係向好嘅。咁當然啦，三星咧就比較全面啲，而海力士咧就較為專門啲咯。咁你各色其色，其實我覺得冇所謂。Why not both 咧？其實都係嗰句説話好啦，咁就兩隻都可以考慮下啦。咁大師都講咗啦，三星咧就全面啲啦，海力士就專攻少少啊。咁就大家可以跟翻自己嘅投資取向去選擇啦。咁我哋頭先阿 Ken 都提到啦，嚟緊就會有呢個Nvidia 嘅呢個 GTC 大會啊嘛。咁我哋都睇下Nvidia 呢隻可以點樣部署啦。咁睇翻美國銀行咧，其實就喺呢個大會之前咧就重申翻Nvidia 嘅買入評級咧，甚至目標價咧睇到$300美金嘅。咁大師自己睇而家借 Nvidia 回咗少少啦，咁又會唔會可以借住呢一個呢個 AI 大會GTC 大會咧，可唔可以又再炒一轉咧？其實我覺得 Nvidia 應該到咗頂嘅。我嘅目標咧就85蚊嘅。咁所以咧，我一路都沽緊個 Nvidia 嘅。好，咁就如果其實可以沽落去嘅話，南方都有，即係兩邊都有噶嘛，個股嘅共反產品。咁暫時市場上面係
比較多睇好啊，定跟大師一樣係睇淡嘅資金咧？係 Michael。咁你話講到 Nvidia 方面啦，當然我哋南方東英都有一對嘅槓桿產品，包括睇升嘅7788啦，同埋反向嘅7388嘅。咁雖然你話第一個目標價大師就一早到咗㗎啦，咁但係嚟講咧，我都認為咧，其實美股啦，即係今次喺呢個地緣政治事件啦，其實睇翻三大指數個跌幅又唔算即係話非常之強勁。你話特別對比起上年3、4月份嗰個即係呢個關稅解放日嗰期啦，其實個跌幅真係可以話非常之少。仲要特朗普去到呢一刻已經話可以完結㗎咯喎，咁今晚即係尋晚其實個美股已經反彈咗，咁所以我覺得短線嚟講啦，即係你話 Nvidia 都係一個比較大型嘅企業啦，其實要好多利好消息啦，先可以帶動翻個股價。咁你話雖然啦3月份我哋見到啦有唔少嘅資金流入翻去7788嘅，咁但係我都認為咧，如果佢一日唔穿翻180蚊呢啲突破位啦，大家都不妨用一隻反向產品，即係學大師話齋，用隻7388。報一啲短線嘅波幅都係可以嘅，咁但係當然大家亦都不妨睇埋究竟最新特朗普仲有啲咩又改口風啊，會唔會聽日又繼續又要射導彈呢？咁所以我覺得呢個短期嚟講都係比較波動，大家不妨可以等埋下個禮拜一個 GTC 大會有啲咩消息先至再作決定啦。好啊，咁就呢隻 Nvidia 就可以等住呢個 GTC 大會先啦，咁就再考慮，咁就記得靈活運用7788同埋7388兩隻正反產品啦。咁我哋睇完 Nvidia 睇多隻七雄嘅個股啦，想睇睇隻 Tesla 咁見到咧近排佢都有啲銷售數據出咗啦，咁佢哋喺歐洲嗰邊嘅賣車似乎就真係非常之受挑戰啦。咁英國嗰邊就少咗40%幾啦，意大利啊、丹麥等等都麻麻地。咁市場之前就非常之憧憬嗰個 Robotaxi 咧，近排又好似冇乜消息喎。咁大師自己睇Tesla 係咪都同 Nvidia 一樣，都係暫時都係睇淡為主咧？都係嘅，其實咧。呢七雄咧，咩 Seven 咧，有好多隻已經係似乎個走勢上咧就真係轉咗勢㗎啦咁啊 Tesla 冇唔再講啦，因為如果以電動車嘅銷售嚟計咧，佢喺德國都比亞迪咧超越咗啦咁所以咧，其實如果單從車嘅業務嚟計咧，我覺得佢嘅增長又有困難㗎啦，開始睇下就爭在會唔會用SpaceX 啊或者其他嗰啲嘢嚟到憧憬或者玩財技嚟憧憬下嘅啫。照正路咧，仍然都係嘅 Tesla 就逢高沽嘅應該就明白啊。咁大師嘅策略就係逢高沽啦，即係 Tesla 咁樣。而家暫時喺Tesla 呢邊嘅共反產品咧，又多唔多人係採取呢個策略咧？定係都會多係想趁呢個機會搏佢再上多一陣咁？係啊 Michael， 咁你話睇翻Tesla 相關嘅產品啦，我哋都有一對嘅7766正向嘅兩倍產品，同埋反向嘅7366嘅。咁最近呢，亦都係吻合大師所講啦，其實都多資金流入翻去7366，即係一個 Tesla 嘅反向部署。因為睇翻 Tesla 嘅股價，其實過去幾個月啦，都係持續一個下跌嘅趨勢。咁我都認同大師所講啦，其實最近Mach7個表現真係比較失色少少，因為之前可能焦點都會落翻去一啲 AI 相關設備啊，甚至乎存儲板塊啊。咁當中咧，我估 Mach7最近比較多人討論嘅應該會係 Apple 啦，因為都講緊嚟緊 Apple 18，甚至乎佢部摺機都要加定啲庫存啊，即係唔知係咪今年啲電話又賣得好少少咧？咁所以見到 Apple 最近個股價係有少少反彈嘅。咁如果大家即係啱啱 Mach7好似都冇乜邊隻特別心水喎，不如用大包圍方式，用隻3454我哋嘅 Mach7嘅 ETF 啦，一次過捕捉晒呢七雄咧就比較適合。但係當然大前提都要等翻真係 Mach7識喐，個美股真係企定啦，大家就可以分住去捕捉呢一隻產品啦。明白啊。咁除咗個股之外啦，都可以留意下7454呢一啲一籃子部署嘅產品啦。咁就根據自己嘅投資喜好去選擇啦。咁我哋頭先講咗兩隻個股啦，咁都想同大師咧傾傾大市嗰邊嘅。咁講幾隻科技股就睇下納指嗰邊啦。因為見到咧就有個華爾街嘅資深策略員咧，佢就睇淡呢一個美股嘅，佢就講到咧今年美股出現崩盤式下跌嘅機會咧就去到30%啦。咁而家睇啦，美股頭先傾你都話跌落去咧，今次個跌浪咧又唔算話跌得太多啦。咁大師睇今次嗰個跌勢會唔會其實未完咧？後市嘅走勢之後點？今次嘅跌咧純粹係地緣政治因素。如果地緣政治因素咧，通常嘅影響咧就輕微嘅，或者係一個好短暫、好急速嘅
跌勢或者有啲資產就升啦嘅升勢，跟住咧個零禮拜到咧就會翻轉頭噶啦。咁而家你明顯見到啦，譬如油價、金價又係啦，一衝上去，跟住兩三日就翻轉頭啦。咁啊，美股亦都係嘅。嗱，呢個咧關乎到地緣政治呢個因素影響嘅跌咧，唔會跌得耐。所以我哋都覺得個美股咧，可能短期內咧就會有機會有個急彈嘅。嗱，彈完之後個影響就真係基本因素啦，即係譬如話彈上去嘅時間咧夠唔夠力啊？彈到幾高啊？幾多水平到大約就冇力啦。咁如果呢次嘅彈咧唔能夠足以創新高嘅話咧，咁我諗咧就應該係美股就真係冇力㗎。咁亦都我好同意個資深分析員所講，今年其實美股出現崩盤嘅機會咧係好大嘅，我就覺得大過35%啦。好啊，咁就小心啲啦。不過但係嚟緊咧都大師都話，可能會有一陣反彈浪啊嘛。咁 Kenny 係如果喺美股方面啦，有冇啲正反向嘅一啲產品可以幫助投資者，即係我哋先買上去一陣，咁就等咧上咗去之後再沽翻落嚟嘅，有冇啲咩產品可以選擇咧？係啊 Michael， 你話講到納指方面啦，其實我哋都有一對槓桿嘅產品啊，包括正向嘅7266啦，同埋反向嘅7568啦，俾大家去捕捉翻啊。咁其實早前啦，即係美國發生即係呢個今次中東事件之前啦，都有唔少嘅資金啦去佈定一個納指嘅反向7568啦。咁同埋睇翻啱啱學大師話齋啦，其實最近美國三大指數啦，即係可能特別係你話 S&P 同埋納指啦，其實最近個升勢其實都已經有減弱㗎啦。其實佢亦都冇破到前頂嘅情況底下，即係話成個美股氣氛力度係有轉弱嘅情況。即使今次有一個明顯嘅反彈啦，因為始終特朗普都話停得咯喎，咁但係又究竟破唔破到前頂呢？如果破唔到嘅話啦，其實都好大機會咧，再去跌翻到一個即係之前一啲支持位。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用翻7568去部署。咁但係以成年嚟講咧，即係雖然而家都仲係3月頭3月中啫，咁我覺得成年嚟講咧，其實點都仲有幾次美國一啲大幅下滑嘅情況或者機會出現嘅，即係特別特朗普都講過，下一個目標可能係古巴啊嘛，會唔會又有相關嘅一啲地緣政治又彈出嘅時候啦，都影響翻成個市況。咁我覺得最近咧，亦都不妨大家睇定多少少啦，先用呢啲槓桿產品去捕捉翻個市場啦。明白啊。咁就7568咧，大家就記得袋定入袋啦。咁就等頭先大師都講到啦，睇一睇咧，今次彈上去咧就破唔破到前頂啦。如果破唔到咧，就記得咧要留意呢隻7568咧去部署一下啦。咁我哋講完大市呢邊咧，就轉同大師同 Kenny 兩位啦，睇下其他市場啦。先睇睇比特幣嗰邊先啦。咁之前咧 Bitcoin 就真係喺呢個避險情緒之下，就真係碌咗落嚟啦。咁上個月咧爭啲連6萬蚊都守唔住啦。咁而家就3月開始咧就開始緩步彈翻上去嘅。咁但係似乎都個力度唔係好夠啦。大師自己睇比特幣呢一邊嗰個勢咧，後市係咪都係要繼續弱落去？嗱，其實你睇到嘅，舊年前年逢親有啲急跌完之後咧，彈嘅力咧係夠勁好多嘅。但係呢一次咧，擺明咧彈嘅力啊同埋時間咧，似乎就真係強差人意嘅。咁咩原因咧？其實我早喺幾個月前已經講咗啦。第一，12萬5咧，就 Bitcoin 咧應該係做咗個頂噶啦，行嘅趨勢咧係持續逐級落嘅。第二就係話最關鍵嘅因素就係當陳志嘅 Bitcoin 俾美國政府充公咗，而充公嘅做法咧點解可以做到咧？因為佢用超級量子電腦，即係話超級量子電腦咧個算力咧可以破解咗好多嘢，而令到啲資產咧失驚無神唔見咗。嗱，咁就弊啦，因為咧 Bitcoin 咧不嬲就以最大嘅投資者或者大莊咧就係一啲嘅可能洗黑錢嘅分子啦。咁如果你話真係咁唔安全嘅話咧，自然就要褪噶啦。咁所以咧，由陳志嘅事件開始之後咧，你見到個 Bitcoin 咧每況愈下，一路褪，同埋褪嘅位咧，亦都係多，直情
做到腰斬㗎啦，即係12萬幾落到6萬幾啦。咁而家都係呢啲水平嘅附近，咁似乎真係彈就無力㗎啦。睇位咧你哋應該有隻7515係咪啊？我哋7376係啦，7376啊，7515咧就係日經啊，都要做㗎啦啊！呢兩隻都係我嘅心水咯嚇。咁Bitcoin 嘅反向咧，應該等呢陣彈上去啦。嗱，最理想就係彈上去75000樓上嚇，咁嗰啲位咧就可以做得咧較為順暢一啲，係。明白，hold實75000呢一個關鍵位啦。咁喺頭先都講過啦，7376呢一隻反向嘅近排會唔會都真係幾多資金係流入去沽翻 Bitcoin 咧？係啊 ，Michael， 咁你話見到比特幣過去幾個月啦，都維持住喺66000呢啲位置不斷橫行啦。咁我亦都認同大師所講啦，其實以前咧即係你話見到一啲突發事件啦，其實都資金好識湧翻去加密貨幣市場，但係今次咧真係見到喐都唔喐下，甚至乎都係 keep 住一個橫行嘅情況啦。咁睇嚟現時嚟講啦，投資者對於加密貨幣市場，特別係比特幣個興趣啦，亦都唔算太大。咁寧願避險嘅時候，可能都去翻黃金呢啲相關資產啦。咁但係你話最近一啲資金流嚟講啦，都有學大師話齋，有啲做一啲反向嘅部署，即係我哋隻7376啦，呢個比特幣反向產品啦，都受到投資者嘅歡迎啊。咁但係我又都留意到啦，其實因為始終有啲投資者都好長線睇好呢一類相關產品㗎嘛，咁所以都有啲資金流入翻去3066啊，即係比特幣期貨，甚至乎係3068，即係以太幣期貨嘅產品啦。咁但係我亦都覺得啦，最近個市場反彈機會咧，未必喺加密貨幣市場當中。咁所以大家亦都不妨可以留意翻我哋啱啱剛才所講嘅一啲韓國存儲板塊啊，甚至乎一啲cover call 策略啦，我覺得就會相對較為之適合啦。明白啊！即係加密貨幣呢個市場可能就真係有少少水味啦、散水嘅意味啦。咁大家就可以睇下會唔會做淡啦，或者留意下其他市場嘅機會啦。咁我哋臨尾咧都想同兩位咧傾傾金價呢一邊啊。咁金價就年頭大崩盤啦，咁而家都係反覆向上啦。咁但係咧之前即係早兩日咧都見到嗰個避險情緒都拖咗金價咧，突然間下試翻5000蚊美金呢一個關口啦。咁而家就又憧憬戰事完畢啦。咁樣金價後邊係咪都可以繼續睇好咧？即係中長線嚟講。金價咧就又係嘅。通常咧，如果係地緣政治因素影響所及咧，佢會急升一陣，跟住好快咧就急跌翻落嚟，翻原位嘅。所以咧，地緣政治因素咧唔係支持金價嘅最重要因素，而支持金價嘅上升或者中長線睇好嘅因素咧，主要就係美元弱呢個因素，同埋對沖美元資產嘅因素啦。咁而家咧近期咧就美金就強咗少少，去到99嘅水平。咁自然金價咧就回落啦，但係回落到我又覺得喺5000啊、4900呢啲位咧係應該係吸納嘅時機嚟嘅。咁所以喺呢啲水平咧，其實我覺得就可以試買金啦。當然如果你話買實金係麻煩嘅。咁有好多ETF 嘅產品啦，包括就係2倍槓桿嘅7299啦，咁呢個咧亦都係嘅，因為而家咧暫時金咧好明顯就係做緊個 range，就係5000至5500咁你挨近5000咧，你其實做啲2倍產品咧，到上到5500嘅時間，我哋降翻落去做1倍嘅，咁你就已經係算係有初步獲利嘅時間，跟住就贏住嚟到再睇咯嚇。明白，即係都係可能暫時就 range 上落住先啦。咁傾近排又多唔多人入嚟部署呢隻7299炒 range 咧？金價方面係啊，Michael，咁你話講到黃金方面啦，都留意到3月份啦，即係其實過咗1個星期多少少啦，我哋嘅7299啊已經有接近1.5億嘅港幣流入翻啊，咁所以即係學大師所講啦，其實幾多香港嘅投資者見到個黃金特別去翻4900甚至乎5000蚊呢啲位置啦，都好肯買入黃金相關嘅產品啊，即係特別早前大家都見過黃金係升到上5600噶嘛，咁如果呢啲位置咧再用2倍嘅產品去做一個 range 包嘅 trading 啦，我覺得都幾為適合啊，咁亦都同埋睇翻嗱，即係除咗你話地緣政治係其中一個短線嘅因素令到會衝去黃金啦，咁但係
嘅長線嚟講咧，即係啱啱大師都有講到啦。除咗你話央行嘅不斷買入啦，咁同埋一啲去美元化啦，都係支撐住點解咁多各國會爭先恐後去買黃金噶嘛。咁我覺得5000蚊黃金位置嚟講咧，都係算係一個有承托力嘅位置。咁所以大家可以分幾注嘅話，呢啲就先用第一注用7299，跟住再睇下會唔會分注再加上去，就會更加適合啦。明白啊，咁就留意住金價接近5000蚊呢個位咧，就再作部署啦。咁頭先成個部署策略，King同大師咧都講得非常之清楚啊。咁我哋臨尾答一條觀眾問題啦。咁頭先大師咧就話都可以考慮下睇淡日經啊嘛。咁佢就想問下，而家呢啲位會唔會已經係可以入場嘅時間？而家呢啲位嗱，因為咧早兩日咧日經就跌得緊要啦，琴日跌3000點。咁呢啲位咧，等佢彈一彈先我估計咧，其實由而家到3月底4月頭咧，應該就環球股市咧會處於一個反彈浪。呢個反彈浪完咗啦，再睇冇力嘅時間咧，嗰陣時先至做。所以反而咧，而家你譬如話做咗日經淡倉咧，有啲貨係有得食糊嘅話咧，食咗先咁咧，等佢彈高再做明白晒。咁呢位觀眾就等彈一彈啦，跟住先再考慮啦。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咧就暫時去到呢一度先。咁最後啦，都要問一問兩位啦，頭先講嘅股份有冇需要申報咧？頭先講嘅股份啊，睇下先，我有日經 put。有騰訊明白，即係保持有嘅。明白晒。咁今日節目時間咧就去到呢度先啦。再次多謝兩位咧幫我哋答咗咁多問題啦。咁相信大家咧都知道咗咁多隻唔同嘅 ETF 咧點樣部署啦。咁我哋就下集 ETF 指南嘅時間咧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拜拜。